一幅喺上世紀90年代批出，位於氹仔七潭公路嘅土地，經過2000年以及06年2次修改之後，最終獲准興建嘅面積由14000平方米增加至超過85000平方米，相差接近6倍。事件中更容許發展商改完又改，由原來興建一棟18層高嘅酒店，變成3座各37層高嘅超高層住宅。先唔討論佢哋開山闢地，好好地將一座綠色嘅小潭山破壞，造成呢個情況嘅主因係現行法例容許發展商改變土地用途。過去嚟講呢，就發展較慢嘅時間呢，就喺原來嘅有關嘅呢個法律法規方面嚟講呢，即係可以係適應得到。但係而家突然間即係發展得比較急促、比較快嘅時間呢，有好多喺法律法規方面嚟講呢，一時間亦都係未能夠呢係及時呢係作出檢討同埋呢個修訂嘅。一日未修改土地法，呢種荒謬唔合理嘅現象將會繼續存在，只會繼續縱容發展商一聲獨大，繼續損害公眾嘅利益。土地法現正進行諮詢，政府喺漫長嘅諮詢期間，面對呢一類關乎於本澳社會整體公眾利益嘅重大土地批給項目，真係應該慎重考慮暫緩批給，而唔係舉行一啲做 show 嘅旁聽會，放生爛尾多年嘅發展項目。今次針對小潭山爛尾樓更改用途興建超高樓，政府冇理由聽唔到我哋嘅不滿聲音同埋意見。我哋嘅政府究竟係以公眾為先，定係以有財有勢嘅發展商為先呢？